关心国内消息，伫桃园区站的10点外发生2死枪击案。这个警方调查发现，讲有2个死者是差不多20多岁，这个男性，因人是就住伫朋友出租套房，当时因甲朋友总共5个人伫厝内开枪，这个线索嫌犯到现场了，讲要甲2个死者讲一寡代志，将厝内其他3个人请出去，后来就开枪杀人。等到其他人等到帮警时，2人头壳已经着枪，倒伫涂骹，就赶紧报警，而且目前警方已经锁定相关的嫌犯。监视器翕到穿乌衫乌裤线索的嫌犯，行入去大楼，手搁干那咧摕手证。桃园中华路昨半暝11点发生枪击命案，疑犯了后无坐电梯，该行边的楼梯，看起来对套房的环境真熟悉。那个头部好像有2个射入口，我领导定啊。听到这大声的声音，掠准是陈雷公，厝一开门窜一条，想袂到2位朋友死伫厝内，电梯内搁有火，警接到通报了后，随去现场调查。初步了解，死者是一位27岁单先生，搁有28岁杨先生，2个人是朋友，做伙住伫用水套房内底。当时和朋友伫厝内聚会，嫌犯讲要和2位死者讲代志，甲厝内其他3个人请出去。这个时阵，嫌犯对2个人的头壳开枪，警接到通报，伫现场发现3个枪壳，怀疑线索的嫌犯有动嫌，而且熟悉死者，怀疑是乌食乌引起杀机。掌握犯嫌身份，并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，全力追缉中。一透早，检察官监视小组嘛到大楼，无放过任何线索。这件2个人死亡的命案，嫌犯已经锁定线索的嫌犯有动嫌，到底是为着啥要近距离对头壳开枪，甲2位朋友杀死？搁要等掠到人了后，才会当调查清楚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